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夏至，有人讲是夏至，代表热天已经正式开始。一寡春天不树叶的花草嘛变搁较大丛啊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燕，读燕加片音燕，第二条读燕。读燕，这是读白音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燕就是五穀穗的秋。另外，还有稻仔尖尾，或者是尖尖来物件，或者是笔尾，咱拢讲是燕。咱即马一般较常讲到，像讲是幼芽意思，又是布燕，买当讲是布芽。这个文音读做燕，这个燕嘛有聪明的意思。像讲古早有一个词，讲是燕鹅，代表讲这个人真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布燕，买当讲是布燕，意思就是树栽花草发芽出来。第二个词读做高丽菜燕啊，就是高丽菜芽，算是菜叶类，又是高丽菜收割了后，留落来紧甲紧，边啊较油的高丽菜出来是会食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热天过大自然感觉特别活泼，树啊布燕。另外，春天种的高丽菜准备采收，高丽菜燕啊，同款嘛是会食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燕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燕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